梅主帥，然之後仲有多多色嘅嘛。前面第一隻突出嚟咧，見到就要翻突出嚟，翻上將佢見到雲霧精嘅拍咗齊，仲有嗰隻就川梅主帥嘅，鳥語花香越贏越有，後上得嚟都係爭判。3出3戰啦，呢口子馬寶贏到甩晒，攝一隻冷腳喺度啊！追都拍第4啊！犀利㗎！呢個鳥語花香真係細，都開心啲啦！真係一攬上1004隻馬，仲犀利嘅。係馬真係㗎，馬真係上次要俾隻馬走前邊嘅光輝大啲咧，係咪？所以呢啲馬上馬仔你平平地咁樣，我都食到人，真係馬咁犀利嘅手。可以咁啊，2節咧，拉幾多場頭馬話？3+4 7場，我拉咗，啱啱半季啫喎，7場嘅，哇！大波呢啲樣，呢啲馬真係即係咁嘅7場7個圈就真係啊！好啦，有暫定快速啦。第1名2號馬就係鳥語花香，做人派20蚊，位置牌12個半。第2名8號馬文武，位置牌47個半。第3名3號馬川湖主勝，位置牌14蚊。